今次要同大家推介嘅酒店係位於九州別府嘅溫泉酒店，體驗價值拉爆，一定要推介俾大家 book 埋下次去。酒店由外牆到室內嘅設計已經好有格調，而且喺入邊都擺咗唔同嘅日本藝術家展品，根本就係一個可以入住嘅藝術館。同大家睇下今次我哋住間房先，入到嚟成個設計充滿質感，好中意佢嘅落地大玻璃，採光度十足。我哋選擇咗單床房，呢度要加少少錢嘅。露台隔離呢度就係淋浴間，行入少少就係半露天嘅天然溫泉浴池，呢個真係超正。之後連接住露台，酒店坐落喺半山區，低密度，開揚俯瞰成個別府灣，呢度亦都可以睇到日出。出嚟睇日出嘅話，一定要着2條褲，因為落雪好易凍親。酒店亦都會包一個免費車位。夜晚亦都可以落去酒店特色餐廳 The Peak 食飯，不過記得要上網 book 台，佢哋主打高溫窯烤，有機會一定要落去試下。今日條片到呢度，啱睇記得 follow、share、like啊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